台语听无，逐工报新词。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阿信老师，欢迎大家收看今仔日的台语听有无。这阵啊，有一部连续剧真红，内容啊主要是咧讲真侪人咧耍各种韩国的游戏，输的人就无命，赢的人会当得到奖金。戏的内容真刺激，吸引全球真侪观众。有啊，朋友就咧问讲啊，若是这部片互台湾人来拍，会出现什么款的 game 呢？今仔日咱就来带大家回忆一寡台湾传统的囡仔耍，嘛和大家讨论相关的台语安怎讲。先来讲运动量较大，需要走来走去的耍法。咱用上接出现的掠番、踢弹弓啊和跳架啊做代表。掠番就是把囡仔分做两队，每一队拢有一个基地，较慢离开基地的人会当掠先离开的人，互对方掠到的人，就还去对方的基地排队，等人来救。若是把对方所有的人全部掠了，就赢。这款铁头的方法，华语叫做后抓先，也是泥土地，有真侪策略哦。亲像啊，先派一个走较慢的人去射对方，等对方出来要掠人，愈来愈挖咱这边的时，就派一个走足紧的人对基地啊，雄雄冲出去甲掠。也是一开始就派一个人行去较远的所在等，一段时间以后，才趁对方无注意，冲过去对方的基地救人。伫耍的过程，策略的运用和心情的紧张刺激，完全袂输即卖的线顶 game， 就是 online game 呢。过来是踢弹弓啊，踢弹弓啊，其实是一种美小锤，也是华语的捉迷藏。耍的人会摕一个空的弹弓啊，放伫空块所在，选一个人做鬼，拍伫弹弓啊顶面，算到100，其他人就伫附近紧闭起来。做鬼的人算好以后，就会当开始吹。若是吹到，唔免去甲撩，直接来弹弓啊边啊，甲弹弓提起来，扣落去，画出什么人秘伫倒位。安尼，迄个方发现的人，就爱过来弹弓边排列。若是所有人拢去互鬼掠着，鬼就赢。若是看到鬼离开弹弓啊伤远，其他也未互鬼掠着的人，就会当冲来到弹弓啊边，甲弹弓大大那个踢出去。做鬼的就爱甲弹弓啊顶个扣倒来，搁算到100。本地互掠着的人，就会当顶个走去比。咱定会看到做鬼的和味的人咧拼速度，拢想要比对方较早去到弹弓啊边，真趣味。另外一种需要体力的耍法是跳架啊。跳架啊，伫台湾各地有无同的讲法，有讲抢骹坐的啦，也有讲是抢骹架啦。伊就是用粉笔伫涂骹画一格一格的图，通常啊画较真像机器人。大家照顺序用一只骹跳遐个架啊，若是跳的过程打着线离开架啊，也是另外一骹打落来涂骹就输啊。完整跳一轮的人会当报厝，啊，就是骹只拼架啊，一手向后面结粉笔。若是结伫倒一格内面，迄格就变作是伊的，其他的人袂当打着哦。有厝的人到家己的厝，会当双骹打咧休。所以啊，若是连续几格拢是别人的厝，安尼其他的人就会足歹跳，真紧就分出输赢。顶面讲的是较需要体力的耍法，若讲较静态，像叠珠啊啦、线红啊飘啦、弹竹竿啊唱啦、耍杆啊挂啦，迄嘛拢是迄个年代啊，厝边头尾的囡仔定做伙咧耍的。恁讲早前的囡仔日子敢是过了真精彩咧？今仔日的台语听无就成功到这，咱甲时间交等于互主播。